都送過。咁啊送完之後有啲嘢就係食㗎啦，有啲就係儲㗎啦，有啲就係唔知應該點用嘅。跟住咁啊儲好耐。咁其實我發覺就係、好多時候我收一樣嘢嘅時候咧，佢唔會問我幾多手拎唔記得晒嘅，總之係俾你執住俾你。咁我 OK 好啦，我諗通咗，所以今次做翻同你哋一樣嘢。雖然有啲朋友你冇送嘢俾我，不過唔緊要，你感受下 OK。冇人要送嘢俾你，而逼住你要夾硬要交俾佢喺你手裏面。好中意啊 OK， 唔係叫你喺度揈㗎，你可以唔揈㗎，你翻屋企就得，因為已經喺你手上嘅嘢，你想將佢點處置，交人哋決定，我冇問題。總之我真係儲埋好耐，不過呢個可以換現身啊，可以擺好耐。OK， 最 old school 最舊嘅嘢，可能係個最傳統嘅紀念，但係記住提醒你夏天就嚟到啦。食嗰啲維生素、維他命 C， 食啲菜，身體好啲。OK， 鴻運當頭，祝大家送大家越夜越有機。